最重要的是要慢，不要急。很多人会害怕，所以重心一直停留在中间，不敢真正完全转移。但如果你不跨出这一步，训练效果就会大打折扣。记住，你的手随时可以扶住支撑物，不用担心跌倒。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，这个动作正在重新连接你的大脑和肌肉。每一次重心转移，大脑都在学习如何调整平衡，肌肉都在学习如何稳定身体。这个过程叫做神经肌肉重塑，是恢复平衡感的核心机制。让我分享一个真实案例。有一位70岁的陈先生，他因为害怕跌倒，走路越来越慢，过马路时常常来不及走完绿灯。我教他做这个重心转移的动作，每天练习2次，每次3分钟。2周后，他告诉我一个令他非常惊喜的改变。他发现自己走路时步伐变大了，速度变快了，过马路不再感到焦虑。这就是重心转移训练带来的效果。我建议你每天早晚各做1次，可以选在刷牙前后进行，只要3分钟就能让你的走路姿态更稳健。现在让我们进入第3个动作，就是身体在发出警讯了。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分享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观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；如果没有帮助，请打0。今天我要教你6个简单的动作，这些动作可以改变一切，不需要特殊器材，不需要去健身房，只要每天10到15分钟，在家里就能做。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开始吧。首先，我想让大家理解一个重要概念。平衡感不是天生固定的能力，而是一种需要持续训练的神经肌肉技能。为什么年长者容易失去平衡？主要有3个原因。第一，大脑传递讯号的速度变慢了。当你突然需要调整姿势时，大脑来不及指挥肌肉做出正确反应。第二，核心肌群变弱了，我们的腰部、腹部和臀部肌肉就像房子的地基，地基不稳，整栋房子都会摇晃。第三，身体的反射能力下降了。年轻时，你不用思考就能自动调整重心，但随着年龄增长，这种本能反应会逐渐消失。让我用台湾日常生活的例子来说明。你有没有在捷运上站着的时候，列车突然刹车，你差点站不稳，或者在浴室地板湿滑时，踩出去的那一刻心里一惊，又或者在厨房里需要后退几步拿东西，却感觉有点慌张。这些都是平衡感下降的指兆。但好消息是，这一切都可以改善。研究证实，透过特定的动作训练，我们可以重新唤醒大脑和肌肉之间的连结，甚至让60岁、70岁的人恢复到年轻时的平衡能力。接下来，我要教你6个简单却非常有效的动作。这些动作经过科学验证，能够全面提升你的平衡感、反应速度和身体控制能力。每个动作我都会详细说明怎么做、为什么有效，以及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应用。让我们从第1个救命动作开始。第1个动作叫做侧向移动，英文叫 side step。这个动作为什么这么重要？因为跌倒很少是往前或往后直线发生的，大部分的跌倒都是侧向失去平衡造成的。想象一下这个场景，你在传统市场买菜，突然旁边有人推着手推车过来，你需要快速侧身闪开，或者你走在人行道上，一辆脚踏车突然从旁边冲过来，你必须立刻往旁边移动。这些情况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，但如果你的身体没有练习过侧向移动，反应就会变慢，甚至可能因此跌倒。现在让我教你怎么做这个动作。准备4个步骤，请仔细听。第1步，站直，双脚与肩同宽。
双手可以叉腰或轻轻扶着餐桌边缘，确保旁边有稳固的支撑物，像是墙壁或桌子。第二步，慢慢将右脚向右侧跨出一步，大约30到40公分的距离。注意，不是用拖的，而是要清楚地抬起脚，跨出去，然后稳稳地踩在地上。第三步，重心完全转移到右脚之后，再把左脚跟过来，回到与右脚并排的位置。这时候你会感觉到右侧的臀部和大腿外侧肌肉在用力，这是正常的。第四步，重复同样的动作，这次换成左侧，左脚向左跨出，重心转移，右脚跟过来，每个方向做5到8次，整个过程大约1分钟。刚开始可能会觉得不稳，这很正常，慢慢来就好。很多人做这个动作时会犯几个错误，最常见的是跨出去的步伐太小，几乎像是在原地晃动，这样完全无法训练到肌肉。另一个错误是重心没有完全转移，2只脚都还在分担重量，这样就失去训练效果了。记住，每一步都要清楚，确实的转移重心。从科学角度来说，这个动作能够激活你的髋外展肌，也就是臀部侧面的肌肉群。这些肌肉负责稳定骨盆，控制侧向移动。当这些肌肉变强壮，你的侧向反应能力就会大幅提升。我建议你每天练习1次，可以选在吃饭前后，就在餐桌旁边做，不需要特别换运动服，也不需要很大的空间，1分钟就能完成。持续练习2周后，你会发现自己在拥挤的地方闪避他人时变得更灵活，走路时的信心也会增加。这是第一个动作，简单但非常有效。接下来让我们学习第2个动作，重心转移。第2个动作叫做重心转移，英文是 weight shift。这个动作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对于重建平衡感来说，它是最基础也最关键的训练。我要告诉你一个重要的观念，在跌倒之前，身体其实已经失去了一样东西，那就是信心。你的大脑不再相信自己可以安全地把全部重量放在1只脚上，所以走路的时候，2只脚都不敢完全放松，步伐变得僵硬缓慢。这个动作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你的大脑重新建立这份信心。让我教你怎么做，总共5个步骤。第一步，站直，双脚与肩同宽，双手轻轻扶着椅背或桌子，不需要用力抓，只要手指轻触就好，这样才能真正训练到平衡感。第2步，慢慢地把身体重量转移到右脚上，注意是完全转移，让右脚承担你全部的体重，左脚只是轻轻触地，几乎不承重。你会感觉到右脚的脚底、脚踝、小腿和大腿都在用力稳定身体。第3步，在这个姿势停留5到10秒，刚开始可能只能坚持3秒，没关系，慢慢增加时间，重点是要感受身体的稳定性。第4步，慢慢地把重量转移回中间，然后再转移到左脚上，同样地，让左脚承担全部重量，右脚轻触地面，停留5到10秒。第5步，重复这个左右转移的动作，每边做5次，整个过程大约2到3分钟。做这个动作时，最重要的是要慢，不要急。很多人会害怕，所以重心一直停留在中间，不敢真正完全转移。但如果你不跨出这一步，训练效果就会大打折扣。记住，你的手随时可以扶着支撑物，不用担心跌倒。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，这个动作正在重新连接你的大脑和肌肉。每一次重心转移，大脑都在学习如何调整平衡，肌肉都在学习如何稳定身体。这个过程叫做神经肌肉重塑，是恢复平衡感的核心机制。让我分享一个真实案例，有一位70岁的陈先生，他因为害怕跌倒，走路越来越慢，过马路时常常来不及走完绿灯。
我教他做这个重心转移的动作，每天练习2次，每次3分钟。2周后，他告诉我一个令他非常惊喜的改变。他发现自己走路时步伐变大了，速度变快了，过马路不再感到焦虑。这就是重心转移训练带来的效果。我建议你每天早晚各做1次，可以选在刷牙前后进行，只要3分钟，就能让你的走路姿态更稳健。现在让我们进入第3个动作，第3个动作叫做单脚站立，英文是 single leg stand。这个动作被称为平衡感的黄金指标，因为它能够最直接地反映出你的平衡能力。在我教你怎么做之前，让我先说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我有一位病人，刘女士，68岁，住在台南。她来找我的时候，最大的困扰是每次在阳台晒衣服时都会感到害怕，因为她需要单脚站立，伸手去挂衣服，但总是摇摇晃晃，有一次甚至差点跌倒。我教她做单脚站立的训练，刚开始她连3秒钟都站不稳，但她很有毅力，每天练习2次，每次5分钟。经过1个月的训练，她现在可以单脚站立15秒，而且不再害怕晒衣服了。上个月她回诊时，笑着告诉我，医生，我现在不只可以晒衣服，连穿裤子都不用坐下来了。这就是单脚站立训练的威力。现在让我教你怎么安全地练习。第一步，选择一个安全的地方，最好是在厨房流理台旁边，或者在床边，总之要有稳固的东西可以扶。第二步，双手轻轻扶着支撑物，慢慢抬起右脚，让右膝盖弯曲约90度，左脚站立，身体保持挺直。第3步，刚开始时，双手可以完全扶着支撑物，等到你觉得比较稳定了，可以只用指尖轻触，甚至试住完全放手。第4步，挑战自己站立10秒、20秒，甚至30秒，但记住安全第一，随时可以把手放回支撑物上。第5步，换脚重复，每条腿练习3到5次。做这个动作时有几个重点要注意。第一，站立脚要整个脚掌平贴地面，不要只用脚尖或脚跟。第二，身体要保持正直，不要歪斜或弯腰。第三，眼睛要看着前方固定的一个点，不要东张西望，这样会比较容易保持平衡。最常见的错误是抬起的那只脚太用力，整个身体都紧绷了。其实抬起的脚应该是放松的，重点是站立的那只脚要稳定。从医学角度来说，单脚站立能够训练你的脚踝控制能力、髋部稳定性和核心肌群力量。研究显示，如果一个人单脚站立的时间少于10秒，跌倒的风险会增加2倍。但好消息是，这个能力完全可以透过训练改善。我要特别强调一点，这不是一个测试你年龄的动作，而是一个让你重新找回身体控制力和信心的机会。不要因为一开始站不稳就沮丧，每个人都是从不稳定开始的。重要的是持续练习。我建议你每天练习2次，早上1次，晚上1次，每次5分钟。你可以选在煮饭的时候、等水烧开的空档练习，或者在睡前刷牙的时候练习，把它融入日常生活，就不会觉得是负担。这是第3个动作，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。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第4个动作。第4个动作叫做脚尖接脚跟走路，英文是 heel toe walk。这个动作就像走钢索一样，能够重新训练你的步态和平衡控制。你有没有看过马戏团的钢索表演？表演者每踏出1步都非常专注，脚跟紧，接着脚尖步步位移。我们今天要练习的就是这种走法，虽然不是真的在钢索上，但同样能够训练你对每一步的精准控制。让我教你怎么做。第一步，找一条直线，
可以是地板瓷砖的接缝，也可以用胶带在地上贴一条直线，在直线旁边要有墙壁或扶手，这样比较安全。第二步，站在直线的起点，双手可以先扶着墙壁。开始走的时候，右脚的脚跟要紧贴着左脚的脚尖，就像在走钢索一样。第三步，每一步都要确实的让后脚的脚跟接触到前脚的脚尖，不要有空隙，眼睛看着前方，不要一直盯着脚看。第四步，先走4到6步就好，不用走太远。走到终点后，慢慢转身，再走回来。第5步，重复3到5次，整个过程大约3到4分钟。刚开始做这个动作时，你可能会觉得很不习惯，身体会摇晃，需要一直扶着墙壁，这是正常的，不要担心。重点是每一步都要慢慢来，确实的做到脚跟接脚尖。从生物力学的角度来说，这个动作缩小了你的支撑底面积。什么意思呢？正常走路时，两脚之间有一定的距离，这样比较稳定。但当你练习脚跟接脚尖走路时，支撑面积变小了，身体必须更努力地维持平衡。这就像是给你的平衡系统做重量训练一样，能够大幅提升你的平衡反应能力。这个动作的另一个好处是改善步态。很多年长者走路时会不自觉地拖着脚，步伐又小又慢。练习脚跟接脚尖，走路可以帮助你重新学习正确的步态，让每一步都更有力量，更有控制。我建议你可以在家里的走廊练习，比如说从客厅走到厨房的这段路，每天来回走个3、4趟，就是很好的训练。不需要特别拨出时间，利用平常在家走动的机会就可以练习。记住，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，一定要在旁边有墙壁或扶手的地方练习，千万不要在空旷的地方尝试。等到你完全掌握技巧，可以不扶墙也能稳定行走时，再考虑增加难度。这是第4个动作，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半。让我们继续学习第5个动作。第5个动作叫做软垫深蹲，英文是 pillow squat。这个动作要解决一个很多人都有的问题，从椅子上站起来越来越困难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当从椅子上站起来变得困难时，我们就会选择坐得更久，而坐得越久，腿部肌肉就越弱，下次站起来就更困难。这是一个恶性循环，很多年长者的活动能力衰退就是这样开始的。但是只要你愿意练习这个简单的动作，就能够打破这个循环，重新找回轻松站立的能力。让我教你怎么做。第1步，准备1到2个枕头或靠垫，放在一张稳固的椅子上，枕头会让桌面变得不稳定，增加训练难度。第2步，慢慢地坐下去，让臀部轻轻触碰枕头，但不要完全坐实，就像你准备立刻站起来一样，保持这个半坐半站的姿势2到3秒。第3步，用脚后跟发力，推动身体站起来。注意，重点是用脚后跟，不是用脚尖。脚后跟发力可以更好地启动大腿后侧和臀部的大肌肉群。第4步，完全站直后，再慢慢坐下去，重复动作。刚开始做5到8次，等到习惯之后，可以增加到10到15次。第5步，当你觉得用2个枕头太简单时，可以减少到1个枕头，或者直接在硬的椅面上练习。做这个动作时，有几个重点要掌握。第一，站起来的速度不要太快，要用肌肉的力量控制，而不是靠惯性站起来。第二，膝盖不要内夹或外张，要保持与脚尖同方向。第三，上半身微微前倾是正常的，但不要弯腰驼背。很多人会犯的错误是想用手推着椅子把自己撑起来，这样做虽然比较轻松，但就失去了训练腿部肌肉的效果。试住把手交叉在胸前，完全靠腿部力量站起来。
如果真的做不到，可以用手指轻触大腿，但不要真的用力推。从运动生理学来说，这个动作能够强化大腿前后侧肌肉、臀部肌肉和核心肌群。更重要的是，它训练了从坐到站的姿势转换反射，这个在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。想象一下，当你可以轻松地从沙发站起来，不再需要用手撑或需要别人扶持，那种重新获得独立自主的感觉有多好。你可以随时起身倒水、接电话、去厨房、拿东西，不用犹豫，不用挣扎。我建议你每天做2到3组，可以在看电视的广告时间练习，或者在准备煮饭前练习。这个动作不需要任何特殊器材，只要一张椅子和一个枕头就可以了。这是第5个动作。现在让我们学习最后一个，也是最容易被忽略但非常重要的动作。第6个也是最后一个动作，叫做后退步，英文是 backward step。这个动作为什么重要？因为大部分的跌倒事故都发生在转身或后退的时候。想想看，你在厨房里煮饭，突然需要后退几步去拿冰箱里的东西，或者你在客厅需要后退离开沙发。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，对于平衡感退化的人来说，其实充满危险。为什么？因为后退时我们看不到后面，大脑对于空间的判断变得不确定，肌肉的反应也会变慢。但只要经过训练，后退也可以变得安全而自然。让我教你怎么做。第一步，站在墙壁或稳固的扶手前面，双手可以轻轻扶住，确保后面至少有2到3步的空间，而且没有任何障碍物。第二步，慢慢地抬起右脚，往后退一步，大约30公分的距离。注意，是抬起来往后放，不是拖着脚往后移。脚要清楚地离开地面，然后稳稳地踩在后面。第3步，重心完全转移到后脚之后，前脚再跟过去。这时候你会感觉到臀部和大腿后侧的肌肉在用力稳定身体。第4步，换另一只脚，重复同样的动作，左右脚交替后退，总共退2到3步。第5步，每次练习做3到5轮，整个过程大约3到4分钟。做这个动作时，最重要的安全原则是，一定要确保后面没有障碍物，而且随时可以扶足支撑物。刚开始练习时，建议你转过身来，面对着你要后退的方向，先看一遍，确认路径安全，然后再转回来练习。很多人做后退步会犯一个错误，太过害怕，导致步伐非常小，几乎是在原地挪动。这样的训练强度不够。记住，要真正的抬起脚，跨出一个明确的步伐，大约30公分。另一个常见错误是速度太快，这样反而容易失去平衡。慢慢来，每一步都要稳稳的。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说，后退步训练能够提升你的空间感知能力。当你看不到后面的时候，大脑必须依靠其他感觉来判断距离和方向。这个过程会激活深层的髋部肌肉和核心稳定系统。更棒的是，这个种多方向的平衡训练不只对身体有好处，研究发现它还能改善记忆力和专注力。因为大脑在处理复杂的空间移动时，会同时活化认知功能相关的脑区。换句话说，练习后退步不只让你走得更稳，还能让你的头脑更清晰。我建议你在家里选一个安全的地方，比如客厅或卧室，每天练习1次，可以在睡前做作为1天的结束运动。只要3到4分钟，就能为你的平衡系统和大脑带来显著的改善。好的，我们已经学完了全部6个动作，现在让我做一个总结。各位朋友，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了6个简单但非常有效的平衡训练动作。让我再次强调一个重要的观念：平衡感不会消失，它只是暂时沉睡了。
只要你愿意唤醒它，它就会重新回到你身边。让我快速回顾一下这6个动作。第一，侧向移动，训练你在日常生活中闪避他人和障碍物的能力。第二，重心转移，帮助你重建对单脚承重的信心。第三，单脚站立，这是平衡感的黄金指标。第四，脚跟脚尖走路，改善你的步态和精准控制。第五，软垫深蹲，让你能够轻松地从椅子上站起来。第六，后退步，训练你在看不见的方向移动时的安全性。这6个动作涵盖了日常生活中所有重要的移动方向和姿势转换，每天只需要10到15分钟，就足以让你找回年轻时的运动能力。不需要去健身房，不需要特殊器材，在家里就能做。我真心希望你能从今天开始把这些动作融入你的日常生活，也请你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，让更多人一起重新找回平衡，远离跌倒的风险。最后留言告诉我们，这6个动作中你最需要哪一个，或者你在练习过程中遇到了什么困难，我会尽力回答每一则留言。记住，平衡感是可以训练的，跌倒是可以预防的。从今天开始，让我们一起为更健康、更有活力的生活努力。祝福你身体健康，步伐稳健。我们下次见。